沉沦入面，安住会空以后沉沦入面。你看，还说还可以泡泡汤，软软说软软。这人中间甲翕起来咧吼，做见见证讲，真正咱去管道的真正吼，若好好生活，我就较包包开空气，我嘛是安尼，手嘛是拢软软吼，啊，等于了咱躯体吼，那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讲老师讲的是真的，毋是假的，相信道真理真相信即个会当超心了事，会当转来咱老母娘遐啦吼，所以讲伫讲清净世间天下咯，唯有修德不可言吼。咱再来看遐个所有财产啊、名利啊，这种拢是暂时的尔，暂时拥有的。不过咱来修德吼，咱来求道甲拜神拜佛吼，有差有啥差无？有差啦吼。迄教吼是树基，不过这道就是根啦。吼，咱若求道是咱找到咱生命观吼。咱有法度脱离生死的轮回，吼六道轮回，超生了死吼。咱一般拜拜拢是求一个平安，求修求福，找一个囝吼。若有修的人，伊才会当到天边尔。咱若总讲摸得着根就成佛祖，摸不着根的就瞎修行所以咱爱找迄个根源，迄个上界掌头爱了好点来修，知影安怎修修迄个道所以讲一波千家道啦古今万异为了生死事去化动春秋一个过去的修行者因要找着这个道，因爱打破体言讲行有够济所在找看有诶为着人是要了解生死大事所以咱来今仔日来修道，会当超生了死这有值有值所以咱来好好来修。那另外讲，修道是咱这世上。